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，无论身在何处，心中都有一首歌。2021年4月，40位少年收到邀请，来到藏风美少年的舞台，为家乡而唱。藏风美少年集结完毕，遇见少年出舞台见。在第一次公演之前，40位少年将围绕现场10个蓝色座位代表的队长席位展开争夺。未知的规则，未知的舞台，少年们依次释放藏风之力，打开这一切未知，以少年之名为家乡歌唱。花丹，20岁，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。哇塞！我今天参加藏风美少年的原因是，就是想展现自己。第二的话，就是想跟自己家乡歌唱。贡丘族，21岁，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。哦，在这里还可以喝上我们家乡的牦牛奶啊！啊，这只有我们2个。我不知道，我应该有很多人吧？你看这里，也是啊，这挺好喝的。对，有从小喝到大那个感觉。牦牛奶啊，啊，好喝吧？非常棒。
你从哪里过来的？是的，色达。嗯，你呢？我从松潘。松潘，阿坝州嘛。对，我去过，好玩吗？还可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贡秋竹，我叫花灯。花丹。啊，对。哦，非常棒。紧张不？有点。我进去选位置的时候，因为花丹坐在那里嘛，我就觉得我要是坐他旁边的话，我就会比较可以有人说话，然后就比较的，可以平静一会儿，对，不然的话太紧张了。泽翁仁真，22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卢霍县。康巴汉子，帅，太帅了。他们第一开始就看到我这个外表的话，他们觉得你是不是20岁？我说我是22岁，他们都不相信。一旦接触起来的话，他们都相信了。因为我的话，这外边的话特别那种成熟，但是内心的话却是个小孩子，就那样啊。康巴汉子，这胡子太帅了，你看他的胡子，高冷魅力啊！太高冷了。宋恩宇，20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好帅。我坐这儿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是哪儿的？我是松潘的。松潘，对，阿坝州，对，阿坝州松潘的。一起的，我也阿坝州。你是哪里的？金川的。金川。啊，哦。我当时推开门的时候，我前面只有3位选手在场，但是我觉得这3位看着就像康巴汉子一样，挺让人那种感觉自己很渺小。高义磊，21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。你好。Hello，太帅了。随便坐。可以随便坐。你要坐这里也可以。感觉都挺紧张的。对，除了你以外，我感觉你不紧张。其实我心里非常的内心非常的澎湃。这可以喝吗？可以喝。可以喝。那边的我好像见过。那边那个吗？啊，上次我们一起拍宣传片。哦，难怪你看的那个高一磊。对。高一磊的，他叫高一磊。难怪你们是认识的？不，我不认识。哦，第一次见，都第一次见。哦。我这次来参加造福美少年，第一个是因为我的家乡是康定嘛，然后我父母都在康定，然后我想他们在他们的同事面前、什么面前，对，给他们争争光，然后也想为康定宣传一下康定。康定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城市。
永丁然杰，29岁，青海省玉树市。哦，你好，你们的歌星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们的歌星，我随便选个座吧。可以可以。我听过他歌，我们藏族的明星嘛，对。我坐那边，我在这边。哎呀，纯牛奶。好紧张，来的都是有实力的。杨定康，22岁；杨定顺，20岁，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。Hello。快死了！这两个是双胞胎吗？好像是两兄弟。你们也来了，这两个是两兄弟。这可以喝，这巨好喝。我小时候跟我小时候喝的那一模一样。真的？对，我好久没回家了，有点喝的我有点想家。康定的，有40个人是吧？对，40个人。你紧不紧张？还好，有一点。文昌泰，25岁，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。扎西区批，23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。洛桑顿珠，23岁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边巴县。洛松丁真，22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。Hello。哦，这个歌词好高，我的天！啊，帅哥。还有喝的。喝的啊。可以。哦。这胡子也很少。C 位。自己还是能参加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节目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哇，这么多，又帅又高，第一次听又高，然后就能参加这样的节目，就是还挺有满足感。你们以前参加过这种节目吗？没有，以前从来没有。没有啊。你是哪里的？你是哪的？甘孜。甘孜啊。对。你会跳甘孜踢踏吗？不，我是巴塘的。巴塘。我会跳巴塘弦子。会说话就会唱歌，会走路就会跳舞。对。上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上来。不然你一个人坐在后面好尴尬。对。他们聊得太开心了。他俩是双胞胎啊？你看像吗？你好好看一下，我们俩双胞胎。像，这很像啊。对。是吗？不是亲兄弟，但不是双胞胎。哦，亲兄弟啊。对，他是哥哥，我是弟弟。哦，我是3弟。他是我们俩的结拜3弟。结拜3弟。就是之前我换了个位置，因为我跟杨定顺，我们是之前就认识的，就跟他们两兄弟之前就认识。然后杨定顺呢就有点幼稚，然后我之前说他傻兮兮的，我也有点傻兮兮的，就能傻到一块儿，能玩到一块儿。有人来了。才白，24岁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。帅！哇哦！你没有胡子吗？我说了吗？你说哪一个人没有胡子？没胡子。Hello， 见过。这个为什么喜欢？他是我认识的。C 位留点。往这儿来。噶玛斯德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。Hello， 又来一个。好，坐这儿。可以吧？真的。
财旺罗布，24岁，西藏自治区那曲市。我跳舞 ，Hello， 哇，这是偶像，你们知道财旺罗布？就之前另一个节目《明日之子》另一个节目，特别火，他唱歌巨好。本人看着比更瘦。你也来参加这个节目了吗？对啊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们一起加油！哎，看到他们，然后个个都是一些都是模特啊什么的，就特别帅，特别可以符合那种藏族人的审美。有一些选手，对，特别帅。他是来做选手吗？做导师啊？应该是选手吧。选手肯定是选手，跟我们坐一块儿。对。但是不要有压力啊。他很有实力，他真的唱得很好。康平多吉，22岁，四川省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。来了。他怎么进了？哦，这个好高呀！他已经选进位置。大家都选中间。这是我们藏区的吴彦祖。哎，真的，你这样说的好像吴彦祖，有点像。像初次见面，我对财旺罗布的印象深，因为财旺罗布老师他本来就是一个艺人，唱的歌、综艺节目都比较好听，就一来就看最先就关注他，自己也想跟他一起就合作啊，一起生活中一起交流，很开心。沙吉道州，27岁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。来了，来来，哇哦，帅，是不是有小玄机？感觉错。欧帅，你是没看他？参加这个藏族美少年，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也比较喜欢唱歌跳舞。而且我觉得藏族有很多就是特别优秀的年轻人啊，就缺乏一个这样的平台。主要是想着就是站到这个舞台上，展示自己，展示家乡的美。看到吗？是听到没？哎呀，那个不错。呀。这个也是康巴汉子。易西罗布，20岁，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。又来一个。这个刚推开门一进去的时候，我还是内心很紧张，因为一推开门我就看见很多以前我就知道那些比较知名的少年了。然后内心就比较又激动又紧张，然后我就看见了财旺罗布老师，然后我就在他第2排的座位旁边，然后我就在那儿坐下了，内心还是比较激动。易西翁修，19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哦，你以为是那种大座位吗？对，帅，对，他说了。Hello。尼玛，19岁，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。是不拍吗？大家好。小太阳，晚上好。小太阳来了。不愧是小太阳，因为他认识的人很多。对。我这个发型不错。顿珠，25岁，西藏自治区昌都市贡觉县。
牧区的生生态就刷到过。对对对，又是一个发型很帅的朋友。 C 位都被占完了，没有，C 位都被占完了。哎，我想坐那边，我说实话。我跟小太阳坐一起，我跟小太阳坐一起，抱歉。就是换过来。跟你坐一起好。我拿2个牛奶。我就是觉得中间的位置可能镜头比较多吧，咱们以一个就是演员的这个素养，就是要自己找镜头，自己要找饭吃，所以我就尽量往中间坐。才旦多杰，27岁，青海省黄南州泽库县。登巴扎西，25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卢霍县。龙布扎西，25岁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录曲县。位置随便坐吗？小颜值啊，康巴汉子，还有那个帅哥，哟。白马木洛，25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。这不是我们的最美交警吗？最美交警，本人比照片还帅哦。贡区华，25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。好了，真的是，哇哦，帅气。感觉在打篮球的。我以为你不拍了。可以。我就过去就很开心的，然后一群藏族小伙坐在那儿很爽，然后我就过去的时候，很想跟他们认识，就这种。泽巴甲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。真的好酷！哇，帅！这发特别厉害。随便做。行。一推开门我就特别紧张，就不知道坐哪儿，然后也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场景，然后就特别紧张，不知道坐哪儿，就随便选了个位置就坐下了。单明杰，22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。加油，89！我漏了个脚，绝对是89。欢迎！单明杰。哎，胖哥坐这里。哎，帅！可以。你还是选择了我们。我当时觉得我来对地方了，
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，就会很温暖，很幸福。罗桑旦增，24岁，西藏自治区拉萨市。如果要分组的话，我就可能。黎志坚措，32岁，青海省西宁市。来了。哦。真的。老师来了。黎志坚措，我老乡。黎志坚措认识，他是我们以前的老 OG 了，就是老的说唱歌手，就挺有名的，还一起玩过在音乐方面，然后没想到他这次来了。才让道吉，21岁，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。来了。哦，也是帅哥。第一次来这就感觉很惊讶，突然感觉到那么多人，然后一个个都长得那么帅。巴尔扎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。不是。布瓦，24岁，四川省甘孜州色达县。来了，下次可以过来。哇，好高，模特好高。其实我。史勒尼玛，19岁，四川省甘孜州兴隆县。就他妈汉子多，这个是只有这几个位置。你不是要跳舞吗？进来。啊，进来跳舞就算了，哎，真的。啊，我当时一进门的时候看到我表哥花旦了，我也没想到他也在，然后也有那么多帅哥和他们一起参加这次当红美少年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温珠曲扎，23岁，四川省甘孜州香城县。看着人都晕了。哇，好紧张啊！那么多人看着我，天哪！这是节目组给我们准备的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贡科甲，22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。下来就倒回去。上网的是吧？只差几个了。当时我就推开门的时候，我就有点紧张那种，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藏族的，可以算是明星啊那种歌星啊那些，有很多老师在里面，所以我就有点激动。王尔丹，20岁，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。来了。哦，
为你献上这个骗过我们西藏牦牛，也骗过了我谢谢。确实挺紧张的，觉得自己见识太少了，真的。不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不太优秀，真的。印象最深刻，一休问修，长得也特别，因为在网上看见过他，所以对印象特别深。因为大家都不认识，所以可能有点陌生。尼玛次伦，26岁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。来了。算了吧。达桑嘉措，24岁，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。他这个藏装帅的，有点意思啊。我第一次推开门看见各位少年的时候，先是惊讶，就是有一点点吓到了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知道藏族有很多的帅哥，俊男靓女，但是我其实说实话，我没有见过长得那么帅，有几位真的是吓到了。我其实对泽王仁真少年的印象特别深，因为他个子高，然后他的胡须也非常的。在40位少年里，非常属于比较独特嘛，对，比较细腻。索扎，26岁，青海省西宁市。最后一个 Justin。哦，阿莫就是他唱的。哦，今天的阵容好强大。这样那边，哎呀，在这边，我过去了。哦，好久不见。当时的感受是，我进去就那种，他们都说哈是那种，就觉得哇，因为我好久没有出门，然后就也就是有时候去演出啊，都是在后台。对，这次去参加这个节目，我因为都是少年，特别优秀的，进去了之后，他们都会哦，你来了，我就特别亲切，就感觉心里特别温暖。对。初次来到这里，见到了我的偶像索扎老师，就非常的开心。就一直都听他的歌嘛，然后就初次遇见，没想到他也会来这里，然后就见到了，就非常的开心，就非常的惊讶。初见面的时候，我的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达桑嘉措，因为以前就是看过他的一些就是视频啊，然后一些音乐，我觉得特别有才，然后自己也想就是能够跟他一起，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就是就是节目中，可以跟他互动啊，或者是学习这样。索扎老师，还有采访萝卜，对他们就特别惊讶那种，他们都来了那种。我刚进门的时候，对那个屋子里很多的那个大叔很有印象，肯定是30多岁吧。然后后面吓我一跳，他说的是22岁。鲜衣怒马少年时，一眼望尽格桑花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四川卫视中国藏歌会特别企划《高原之宝》藏风美少年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杨林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杨旭。在四川卫视和康巴卫视推出中国藏歌会10周年之际，推出中国藏歌会特别企划《藏风美少年》，这是国内首档治愈系藏文化创新推广唱演节目。藏风美少年给你治愈且美好的少年之力。我一眼望过去啊，现场这么多帅气的藏风美少年，让我们感受到自己
也正当年，正当青春。是，我还是那个轻松少年，并没有改变。你看，这一个比一个帅。哎，但是中间那一位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大脖子，对，就是你。Hello， 请你起立好吗？你是觉得他看起来不是很像少年是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报上名来。我叫子红人生，来自甘孜州鲁货县，我今年22岁。22岁，我年纪比他还大，有点成熟哈。我年纪比他还大，你小了好几轮啊。他才22岁，我比他还大2岁。我开始叫他大哥，后来发现原来是小弟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女生喜欢这样的长相，因为这是型男的标准。对。其实我是开个玩笑啊，旭旭，当你走进来这样一个场面的话，最吸引你目光的是哪一个少年？最吸引我的那个少年，就是一直在喝我们这个西藏牦牛纯牛奶的这位少年啊！为什么要一直喝奶呢？不是我吧？来，奶王，是我吧？请你起身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大家好。哇！珍珠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好。这个牦牛奶好不好喝？太好喝了，我只能用这3个字来形容。是不是有点紧张，一直在喝奶，想着克服自己的紧张的情绪？太好喝了是4个字。对，太好喝了，我只能用这4个字来形容。这个牛奶喝着就是有种解压的感觉吧，让我回到了故乡。因为这个牛奶跟普通牛奶不一样，很纯，很纯。对，就像今天我们现场所有的少年一样，是吗？是的。那能不能这样？我们来一个藏风美少年版的喝奶。欢迎藏风美少年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3位导师。金志文，中国内地男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。龚琳娜，中国新艺术音乐创始人、歌唱家。蒲巴甲，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、流行乐歌手。藏风美少年集结完毕，遇见少年初舞台见。在第一次公演之前，40位少年将围绕现场10个蓝色座位代表的队长席位展开争夺。未知的规则，未知的舞台，少年们依次释放藏风之力，打开这一切未知，以少年之名为家乡歌唱。万万没想到，原来这个位置是代表着那个待定队长，就是大家可以尽量挑战我，因为我的那个初舞台准备的不是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挑战我，我的那个胜算比较大一点。刚进去不知道，就一进去都是慌的，然后就紧张，才知道是待定这个队长的席位，然后就有些忐忑吧。还好没有坐上去，幸亏不是我。然后当时我特别后悔。我又庆幸自己没坐在那个位置上。我脑海里就是2个字：绝望。很忐忑吧？我坐在下面也挺紧张的，是很遗憾的。挺平静的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那种惊讶或者怎么样。其实真的还是挺后悔的，就已经就是按耐不住的想跟他们 battle。所以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藏风美少年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藏风美少年，献给你最治愈且美好的少年之力。遇见少年，我们初舞台见。请第1位少年贡曲华出列，请挑选你挑战的队长。选择珍珠。当贡曲华说要 PK 我的时候，我的脑袋就是晴天霹雳。晴天霹雳就是怎么能这么耿直呢？我举手他就选我，因为他看上去特别可爱，然后，
然后也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也是想看一下他的精彩演出是怎样的。请进入初舞台。大家好，我叫龚旭华，我来自美丽的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。在我的家乡，黑压压的牦牛和黑帐篷星星点点地分布在绿油油的草地上。每当放牧归来，走进黑帐篷，喝一碗解渴的酸奶，捏一碗酥油糌粑，休闲自得而舒心惬意。黑帐篷在，家就在。今天我把搭建黑帐篷的配件带到了这里，这就是我们藏族人关于家的藏风密码。这个好经典啊，这首歌。醇香的美酒品尝，美酒品尝，一根根洁白的哈达，架起我们友谊的桥梁，一声声扎西的泪，祝福幸福吉祥。哦，火光燃起了希望。唱得好啊！对啊。唱得真好。映红了脸庞，请跟随小伙儿姑娘，请跟随小伙儿姑娘，跳起锅庄，跳起欢快的锅庄。少年做，少年做事。我就是觉得有一种开门红的感觉，洋溢着这个青春活力，然后热情，特别有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藏族的这样的一个火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我还没听够，哎，你愿意给我清唱2句吗？可以。哦，谢谢，好听啊，他的声音，而且你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忧郁，其实是有这种感觉，不光是热情，是，又空灵又自由，对。那你的理想是什么？我的理想，我从小的理想就是渴望舞台。家里面爸爸妈妈年龄老了，然后我的话就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成绩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次来藏风美少年，然后我也是带着对舞台的这种渴望，然后就来到了这个现场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想给爸爸妈妈争一口气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是挺好，但是你第一个上场嘛，毕竟有点紧张，对不对？对，有一点。所以你在后面的时候你就放松，你就当我们几个就在你们老家阿坝县唱歌，好不好？好，土鸡气。瓜登切，土鸡气。我第一个出场，然后紧张，当时的这个歌曲，感觉还可以。我在屏幕里面看龚菊华的表演，我就是想说他应该就是不用看我的表演，直接坐过来就行了。
请被挑战的待定队长出列。好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叫顿珠，我的家乡是水草丰盛、牛羊肥壮的西藏贡臼县。今天我带来了一头小牦牛，在贡臼，我儿时的记忆中，只有这些牦牛会陪伴着我去触碰蓝天，去采撷白云，去仰望雪山，去追逐梦想。如果你来到了我的